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都听过、唱过，我们或许是要思考里面的概念，我们得听，然后跟我们自己问，我们那个真正的自己是不是开启？我的一生最殊胜的记忆，就是认识你。在不变的诠释中，虽然未曾约定，却不说我心。今天还是要用我真挚的心意，去爱的与你一起，不管怎样的时候，怎样的相遇，都依然一如常理。却不知道我所愿随心。歌词各位都注意一下，觉悟之后的意境应该是这样的。我现在爱情是多么美丽，让人深信不疑。今天还是要用我真诚的心意，去认得与你一起，不管怎样的时候，怎样的相遇，都依然一如常理。却不知道我所愿随心，有时候一不关心机。我现在爱情是多么美丽，让人深信不疑。却不知道我所愿随心，有时候一不关心你。我现在爱情是多么美丽，让人深信不疑。好，或许为什么特别强调这首歌？如果你不让一个人重新开启，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就算过修万的人生，依然不清楚。所以知道佛性这件事非常的重要。他开启他的佛性，他知道原来我是可以成，我的标准不是很低，我甘着当饭，我要成佛。我有成佛的条件，我只要愿意恢复本来，我就成。而那个本来，因为在红尘俗世染得太多年了，6万年来染得太严重，一直没有照见那个缘，